Chillcore 2週年慶祝活動第2彈。咦，你夾到4隻公仔喎！我哋喺公司做緊2週年活動，只要夾出2隻公仔，我哋就可以抽出1張閃卡。跟我嚟啊！由7月2號至8月31號成功夾出公仔，就可以抽上環貓店長慈善閃卡，夾出2隻，可以抽1張，夾出4隻，可以抽2張，夾出8隻以上，可以抽到4張。每組客人每日上限係4張。客人如果想繼續抽卡，每次只要捐款10元就可以繼續抽1張，而所有善款將會捐俾香港拯救貓狗協會。有4隻公仔喎，喺有2個大幣喎。